未完的終章，在創傷與恩典的斷崖前。約拿書第3章10到4章嘅11節，一個你以為好熟悉嘅故事。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當我哋提到呢個約拿書，你個腦海當中裏邊會浮現啲咩嘅畫面呢？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嘅咧就係曾經聽過嗰個故事裏邊咧，就話有一個唔聽話嘅先知，有一場狂風暴雨，有一條吞下約拿嘅大魚，最後佢係心有不甘、不情願咁去傳道，然後坐低落嚟就喺城外邊咧係發晦氣。嗱，今日咧我哋請大家暫時放下呢個熟悉好多唔同傳道人所講嘅呢個版本。其中個原因咧就係喺新約時間，耶穌話約拿係一個大先知。耶穌嘅讚賞咧，睇到約拿咧並唔係一個叛逆嘅先知，而係一個係好有性格嘅先知。因為約拿書裏邊真正嘅高潮咧，唔係約拿被吞咗喺呢個魚裏邊，所以啲人話呢個叫吞拿魚啦，而喺肚裏邊嘅禱告。其實第4章喺尼尼微城以外嘅一個嘅暴曬嘅曠野當中裏邊，先係呢個嘅故事嘅高潮，就喺一個蓖麻樹嘅生死之間，喺上帝嗰個至今懸而未決嘅問句裏邊。嗱，傳統裏邊講到嘅主日學同埋約拿書裏邊第4章嘅暴怒同埋求死咧，常常係被解讀為係小家子嘅氣焰啦、缺乏愛啦，或者咧愛國者主義嗰種嘅情緒、政治嘅嗰種嘅心態作弄啦、作祟啦。但係如果我哋願意更深進入去文本裏邊，站喺呢個嘅當代嘅呢個嘅創傷學同埋呢個後殖民地理論嘅神學去嘅交匯點裏邊去觀察，我哋會發現咧，約拿嘅憤怒咧，絕非係一場嗰個幼稚無理嘅取鬧，而係一個集體歷史創傷嘅受害者。而呢個嘅面對呢個帝國嘅公義同埋上帝睇嚟好廉價嘅恩典嘅時候，靈魂嘅深處裏邊嘅道德嘅崩潰同埋嘅主體性嘅反抗。更加重要呢本書裏邊咧，最終係用一個問號咧係作結嘅，係冇答案嘅喎，冇結局。呢個嘅叫係敘事式嘅斷崖，唔係文學上面嘅缺陷，而係一場精心設計嘅一個嘅修辭嘅策略嚟嘅。佢強迫每一個世代讀者同旁邊咧係喺當中裏邊係成為故事嘅參與者，用自己嘅生命去書寫約拿書最後嘅一章。今日讓我哋進入一齊進入一個嘅場景，未完嘅終章。第1章，解構約拿嘅憤怒、創傷、帝國與抵抗、社會政治嘅現實。亞述嘅帝國嘅統治之下嘅殖民嘅創傷，要理解約拿嘅痛苦，必須要還原翻喺呢個嘅尼尼微喺歷史上面嘅真實面貌。尼尼微係亞述帝國嘅首都，亞述咧就係古代近東出名嘅恐怖主義嘅國家，恐怖帝國。佢哋嘅軍事政策就係活剝敵人嘅首領嘅皮，將戰俘釘喺呢個木樁上邊，暴曬示眾，強迫整個嘅民族離開故土，集體遷徙。後來北方嘅以色列10個支派，北國咧就係喺亞述嘅鐵蹄之下被消滅、被分散，從歷史上面徹底係消失。列王記下第17章5到第6節。亞述王嘅皇宮嘅宮殿嘅牆壁上面咧，至今仍然咧係刻住佢嗰種嘅殘暴以殘暴為榮嘅嗰種嘅浮雕。呢個咧唔係隱藏嘅一種罪，係一種公開示眾嗰種嘅恐嚇。用一種嘅現代嘅類比嚟幫助我哋理解。你諗下一個嘅二戰時代裏邊係波蘭集中營嘅幸存者，嗰個幸存者咧就被告知要前往柏林，去嗰個剛剛係放下屠刀嘅納粹軍嗰個軍官去同佢宣告，上帝赦免咗你哋。呢個就係約拿接受到嘅命令。對於約拿或者係呢個嘅以及呢個嘅文本背後裏邊嘅埃及嘅讀者，尼尼微
唔係一個嘅普通嘅外邦嘅大城，而係集體創傷嘅施暴者，恐怖主義嘅代名詞啊！尼尼微啊，係恐怖主義啊！尼尼微黨啊，就喺呢一度裏邊嘅語境當中裏邊，約拿係代表住嘅就係一個飽受帝國鐵蹄嘅踐踏之下嘅被殖民嘅弱者。印度裔嘅學者咧，斯皮亞克所說嘅就係叫底層人啊，即係你講嗰啲低端人。嗱，當呢個帝國嘅受害者被命去服侍呢個帝國嘅利益嘅時間裏邊，佢就逃跑同埋憤怒，唔再係佢個人人品嘅缺陷啊，而係一個被壓迫嘅群體裏嘅本能嘅一個反應，道德嘅創傷同埋公義嘅消逝、虛無感。第二，創傷學近來咧就提出一個嘅核心嘅理念，叫做道德嘅創傷。呢個嘅名詞最初係由呢個嘅精神科嘅醫師喬納森謝伊所講嘅，係用嚟描述嗰啲嘅喺越南戰爭翻嚟嗰啲士兵啊。咁咧佢哋咧唔係一定身體有咩受傷，亦卻係目睹或者係被迫參與違反自己核心道德信念嗰啲事，睇到喺戰爭裏邊違反自己道德或者自己係被迫參與，內心嘅深處嗰種嘅秩序感咧徹底被崩潰，徹底被破壞。呢種嘅道德創傷嘅核心嘅感覺咧，就係呢個世界嘅正義其實已經死嘅。我咧係無力改變嘅。約拿正係處於咧正係呢種嘅道德上面嘅創傷。廉價嘅和解，廉價和解作為呢個受害者第二次嘅傷害，你基督徒嚟㗎，你原諒佢啦咁樣。咪佢咁樣對我喎。當尼尼微人只係披麻蒙灰宣告禁食，上帝諗下，佢話察看他們嘅行為，見他們離開惡行，他就後悔，不把所說的災降與他們喎。你話幾興啊？約拿係咪好興啊？佢話上帝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禍降與他們喎。呢個信徒，你覺得有冇搞錯啊？冇賠償，即係冇贖罪祭喎，即係你偷咗嘢講 sorry 就得啦，使唔使還啊？冇歸還就掠奪咗個土地，沒有為那些被屠殺嘅同胞立碑。本福華喺呢個追隨基督裏邊嚴厲警告嘅呢種嘅廉價恩典，唔需要悔改嘅代價，唔需要門徒嘅信服就能夠獲得赦免。正係呢個約拿咧喺呢一度所抗議嘅核心，呢種嘅創傷學嚟講咧，冇轉型嘅政治，呢種嘅沒有轉型主義 （transactional justice） 嘅寬恕咧，本質上面咧就係對受害者歷史創傷嘅抹殺同埋係背叛。你原諒佢啦，赦免佢啦，係咪？上帝睇嚟咧好輕易赦免啊，等同於宣告咧嗰啲死喺呢個嘅亞述殘暴屠殺之下嘅同胞白白犧牲。約拿好憤怒啊！點解憤怒？就係抗議呢種嘅抹殺咗係歷史上面血淚上面嘅神聖嘅向往，都幾十年啦，仲講咩平反啫？用一個日常嘅例子嚟講，就係話一個喺校園裏邊嘅霸凌嘅受害者，呢個受害者就被老師叫去辦公室，就望住嗰個嘅霸凌者，望住嗰個霸凌者講咗一句，嗰個霸凌者講一句對唔住 ，sorry， 咁係咪完全就免咗責啊？而係自己被多年嘅呢個嘅創傷從未被正視過，係咪霸凌咗你咁多年之後，同你講聲對唔住咧，就一筆勾銷？呢一種嘅憤怒唔係小氣，而係呢個公義咧係被踐踏嘅重。創傷咧引發咧就係求死嘅願望。呢個經文咧話俾我哋知道咧，約拿咁講，耶和華現在咧求你取我嘅命，因為我死咗比活着還好啊！當呢個嘅作惡多端嘅帝國唔需要付出任何嘅代價而能夠繼續存活，約拿心裏邊講合唔合理啊？呢個合理嘅世界或者合理嘅宇宙觀，完全徹底係瓦解啊！惡有惡報啊，善冇善報。神學家沃爾特布魯格曼覺得Buchanan 就喺佢嘅先知想像 prophetic imagination 裏邊指出，當一個人佢所信賴嘅神聖正義秩序崩塌嘅時間，佢會陷入一種係深度嘅哀慟同埋麻木裏邊。
嗱，約拿求死就係呢種嘅呢種嘅心態，佢唔係軟弱逃避，而係面對一種失去正義、善惡不分嘅荒謬嘅世界宇宙，佢所產生嘅一種嘅存在式嘅幻滅。生存有咩意義？生命有咩意義？嗱，如果呢個係世界嘅運作嘅邏輯嘅話，施暴者只要喊一喊就可以免責嘅話，咁樣繼續活喺呢個世界咁矛盾，仲有咩意義啊？第三，弱者嘅委婉與修辭、抵抗與主體性嘅宣示。學者詹姆士史考特就喺其經典嘅著作當中提出弱者的武器 （Weapons of Weak）。嗱，當權者極度不對等嘅時間裏邊，底層者冇辦法係正面面對係對抗呢個嘅統治者嘅時間，佢只能透過諷刺或者係言外之音嘅言語、身體嘅姿態，甚至係沉默嚟進行抵抗。沉默都係一種抵抗。第四章裏邊咧，約拿咧就將呢種嘅修辭、呢種嘅語言咧，同埋身體嘅抵抗咧，係發揮到淋漓盡致。佢用金句作為武器。經文記載約拿嘅禱告裏邊咧，就係第四章第二節，就係用呢個嘅出埃及記第34章第6節嘅啟示，亦都係佢哋其實咧就喺傳統當中常會講嘅口傳嘅一個説話，就係我知道你係有恩慈、有憐憫嘅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嘅慈愛，並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咁呢個嘅説話直接引用。就係上帝喺西奈山上面向摩西宣告自己嘅屬性、嘅品格、品性、屬性嗰段最莊嚴嘅説話。但係請大家注意就係呢個嘅約拿嘅語氣，呢個唔係讚美啊，而係充滿苦澀嘅晦氣啊！約拿咧就將話上帝你係慈愛嘅，呢種係屬性係你嘅屬性，但係佢話呢種屬性當成一種武器，作為咧係背叛神嘅旨意嘅一個投訴。佢話我早就知你啦，知道你咧就係嗰個咧係冇原則慈愛嘅上帝。你係冇原則慈愛嘅標本啊！所以咧，我當初先至去逃跑。我一早知你嘅會赦免佢哋嘅，你嘅普世嘅愛，現在咧就變成咗庇護帝國暴政嘅保護傘。你同個暴政企埋一邊啊！嗱，呢個正係咧呢個嘅邊緣弱者唯一能夠做嘅事情，就係抵抗、逃避嘅，用統治者自己所講嘅説話系統嚟反諷翻呢個嘅統治者。係你講㗎嘛呢句嘢，我咪用翻呢句嘢同你講翻咯，係嘛？約拿就引用上帝自己宣告嘅屬性嚟質問翻上帝你自己作為，坐在城外無聲嘅抗議同埋歷史嘅旁觀。經文咧描述咧約拿出城之後坐喺城嘅東邊，就在那裡自己搭了一座棚。香港成日都要搭棚啊，有欺騙嗰啲人棚啦，又有啲棚架，坐在棚的蔭下，要看看那城究竟是如何啊？究竟如何？第4章2節喺呢個嘅視覺角度裏邊，我哋再睇就係坐喺城外邊，佢嘅身體嘅姿態有啲咩象徵意義咧？約拿咧就拒絕進入上帝與帝國嘅和解嘅美好嘅結局裏邊。你哋慢慢和解，你慢慢傾嚇。佢咧就選擇站喺邊緣嗰度，好似一個嘅憤怒嘅歷史見證者。我睇下你點樣。堅持着等待呢個正義嘅審判，佢就坐喺城外邊，用自己嘅身體咧係畫出一個邊界，就拒絕係被上帝嘅新敘事新敘事即係新嘅論述、新嘅古仔，重新解釋以前嘅歷史，其實係對你好嘅，對以色列人好嘅故事同化，拒絕同化，拒絕咧係向一個咧喺佢睇嚟咧係對邪惡妥協嘅上帝屈服，就喺一個咁嘅家族嘅聚會當中裏邊，當有人講話係過去嘅事算啦，係父子邊有世仇啦咁樣，過去嘅事就算啦，我哋和好啦咁樣，就喺講呢個時間裏邊而選擇咗離開呢個嘅飯桌，獨自走翻去門外邊，自己坐低。呢個唔係幼稚啊，而係一種無聲嘅宣告。我嘅痛仍然喺度，你哋話和解都未經得我嘅同意。第4，蓖麻與蟲子，神聖嘅權力對受害者嘅感情微觀嘅管理，微觀管理即係插手，樣樣嘢都要管，好細嘅呢個管。第4章後半面，嗰一棵係一夜長大，一夜成人，一夜枯萎嘅蓖麻樹，係傳書裏邊係最著名嘅心理隱喻。
經文咧安排咗，聖經講安排啊，即係上帝安排咗一個披麻係為約拿遮陰。好猛嘅太陽，你睇下30幾35度嚇。第4章6節就使他大大喜樂。然後咧又安排咧一條蟲，上帝好幽默㗎，又安排一條蟲咬死個披麻。不過你有把遮遮太陽幾好啊咁樣，但把遮爛鬼咗，跟住就安排呢個炎熱嘅東風嚟暴曬約拿。神又係你，鬼又係你，使到咧他發昏求死。第4章7到8節，上帝你唔係玩我嘛？係嘛？你俾咗份咁好嘅工我，又攞走我咁好嘅份工嚇，你俾我咁好嘅環境，你俾我咁好嘅老公，你俾我咁好嘅家庭，上帝你咪玩我嘛？有啲人就係咁樣，就離開教會咯，或者係唔再相信。佢唔知道一切都係上帝安排喎。你知唔知安排呢兩個字係咩意思啊？係上帝有意思喎。請注意呢度嘅張力嘅結構，一邊就係帝國嘅宏觀嘅暴力，亞述數十年嚟嘅屠殺、流放、地緣嘅政治壓迫，約拿背負着呢個巨大歷史嘅創傷嘅一個先知。另外一方面，神聖嘅微觀嘅控制，上帝透過呢個披麻嘅遮陰、蟲嘅啃噬、東風嘅暴曬嚟操作呢個約拿嘅感情嘅起伏。我一時令你開心，一時又令你好唔開心發嬲。你諗下，另一方面，神聖嘅微觀控制咗，上帝透過呢個披麻遮陰、蟲子嘅啃噬、東風嘅暴曬嚟操作呢個約拿感情嘅起伏。從呢個權力嘅角度嚟講，上帝喺呢一度嘅教導嘅策略咧，就對一個創傷者嚟講咧，係一種極其尖銳嘅方法，一個策略。約拿咧就為咗一個披麻樹嘅死而憤怒，咁咧上帝就以此作小，以小喻大。佢話10到11節，你因為呢個嘅披麻，你尚且愛惜，何況這尼尼微大城裏邊，我豈能不愛惜呢？你知唔知咁大嘅恐怖國家裏邊，你唔知有好多無辜嘅細路仔、婦孺人咧？你話殺晒死佢，唔理咁多咁樣，就開戰咁樣。後殖民地主義者丹尼爾史密斯、哈里斯多夫、Daniel Smith Christopher 就喺佢著作《被擄之民嘅神學》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Exile 裏邊提出咗呢個嘅暴露神聖係權力係面對當地人嘅感情嗰種嘅張力。上帝試圖係用一棵植物嘅生死，就係呢種嘅不對等嘅類比啊！一棵樹植物啫嘛，不對等嘅對比嚟比喻出約拿心裏邊對民族嗰種嘅滅絕，對上帝對呢個帝國嘅暴政嗰種嘅深重嘅血淚、深重嘅血淚，呢種嘅類比係咪公平咧？嗱，呢個文本裏邊我哋要留意所產生嗰種不安，一棵樹啫嘛。但約拿嗰句好倔強嘅説話，哇！我發嬲至死啊，嬲死我啦，都係合理嘅，好合理嘅好似係嘛？發嬲嘅人通常都話知合理嘅，係佢作為一個嘅微小嘅個體，就係捍衛自己係喺創傷歷史記憶同埋痛苦主題當中最後嘅一聲吶喊。佢拒絕咗讓自己嘅痛苦被呢個宏大普世得救主義啊！咩普世得救主義？即係話有啲嘅理論又話耶穌基督為世人死，世人死咪即係所有人咯，無論好人同壞人咯。咁呢種理論咧叫做咧一種救恩論咧，就叫做全人類得救，無論信咩啊信仰乜嘢行為或者係乜嘢係咪基督徒，佢最終都係得到上帝嘅拯救同埋和好，因為上帝愛世人啦。世人你先咪所有人咯，我理得你係咩人係咪？咁所以都係得救咁樣，呢個叫普世得救主義。從呢個嘅解構嘅重建裏邊咧，去到一個轉折，透過呢個嘅創傷學同埋後殖民地嘅眼鏡，我哋終於明白到約拿咧唔係一個叛逆嘅先知，佢唔係一個嘅缺乏愛心嘅壞嘅先知，而係一個替歷史上所有受壓迫者發聲嘅靈魂。佢用佢嘅暴怒同埋求死，向宇宙拋出咗一個至今仍然咧震撼欲聾嘅一個嘅霸權或者帝國神學裏邊嘅一個難題，就係當上帝決定擁抱呢個施暴者嘅時候，受害者流乾嘅血究竟應該安置喺邊一度？
當上帝決定擁抱呢個施暴者受傷害嘅流乾血嘅受害者，究竟應該安置喺邊度？然而約拿嘅精妙之處在於咧，佢冇喺呢個控訴當中停止，佢係用一個嘅問號係結束呢個嘅問號。呢個正係一個解構再解構嘅一種重建嘅樞紐。解構學咧好勁嘅一樣嘢就係你問我問題，我問翻你問題。你再問我問題，我再問你問題，呢個解構不斷拆。現在讓我哋咧進入去第二個部分，呢個咧就係一個嘅開放結尾，點樣成為一個嘅邀請我哋嘅背叛、荒謬同埋矛盾裏邊，點樣揾到醫治同埋重新更新嘅可能。第二章開放式嘅結尾作為醫治嘅起點，讀者係進入同埋生命嘅重寫。第五，敘事斷崖。當上帝問句落喺你身上面，約拿書第4章以一個巨大嘅問題結束，就係我豈能不愛惜呢？戛然而止。呢個世界嘅文學史上面係最罕見一種嘅敘事斷崖。先知約拿咧冇回答喎，個故事文本冇交代結局啊！你有冇睇到啲戲啊、睇啲書啊冇結局嘅咧？咁又打啲字幕出嚟喎，係咪有續集啊？呢個場景嘅帷幕就喺一片嘅沉默當中轟然落下。落幕咯，做完啦咩？從呢個嘅敘事評價 （narrative criticism） 同埋呢個讀者反應理論 （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嘅角度嚟睇咧，因為呢種嘅開放式嘅結尾咧，並非作者係冇把故事寫完，而係一場嘅精心設計嘅修辭嘅佈局 （rhetorical trap）。就呢個文本最巔峰嘅時間，突然抽出主角，抽離主角，強迫呢個嘅歷史裏邊嘅讀者觀眾打破我只係睇故事啊，我哋聽歷史嘅啫，我哋睇戲啫嘛。從呢個嘅安全嘅旁觀者嘅身份被逼掉入去文本嘅內部嘅倫理嘅審判嘅法庭裏邊，代入咗去主角嘅位置，逼你要回答呢個問題。德國嘅文學家、文學理論家呢個嘅伊瑟爾 Wagener 認為文學文本嘅意義並非完全係由作者去填滿嘅，而係充滿咗空缺嘅 blanks， 同埋係未定性嘅 indeterminateness。文本嘅生命力咧，就係取決於讀者點樣用自己嘅經驗去填補呢個真空。約拿書裏邊最後嘅一個字就係全書最大嘅空缺，呢個最大嘅問號。呢個嘅修辭嘅機制點樣運作咧？讀者咧係讀完咗呢個結尾之後，會經歷到一場由外而內嘅認知重構。首先呢個故事咧前3章半裏邊咧，讀者咧都係站喺道德高地，你嘲笑約拿逃走啦、逃避啦，係諷刺佢自私啦，就享受自身我哋認為嘅自身嘅一種嘅全然旁觀者一種安全嘅美學嘅距離 （artistic distance）。然後就結束出現咗一個真空，呢個真空讀者咧就冇辦法再睇戲啊。約拿嘅沉默迫使呢個讀者咧嘅本能咧係替佢係回答呢個嘅結局，呢場戲最後嘅一幕嘅一句嘅問號，而你點樣回答就揭露咗你係咩立場。最終讀者咧就意識到呢個文本嘅未完成係因為故事嘅結局正在喺讀者自己嘅生命當中上演。上帝唔係喺度問8世紀先知嘅約拿，而係在問此時此刻你聽咗同我聽咗之後，你現在會喺面對你討厭嘅人、你嘅仇敵得鬥嘅時間，你亦都係同樣咁合理地發怒嗎？神學家呢個嘅特倫斯法瑞赤Terence Pfaffen 喺佢嘅約拿書注釋裏邊強調，呢個嘅開放式嘅結尾就係上帝對人類主體性嘅最高嘅尊重。上帝不會以全能者嘅身份強迫結案 close file， 而係以提問者嘅身份邀請嘅對話。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嘅醫治嘅姿態。上帝冇否定約拿嘅痛，而喺痛當中繼續同佢説話。第6，歷史讀者有唔同嘅填空詮釋群體嘅實踐。呢個正係結尾嘅開放同埋不同詮釋嘅群體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呢個嘅斯坦利費語嘅術語，就係喺唔同嘅歷史嘅處境，約拿嘅歷史嘅處境，同埋我哋歷史嘅處境，係交出唔同嘅共同完成嘅版本嘅結局。被擄回歸嘅猶太人嘅社群面對著波斯嘅統治，就喺呢個嘅文本當中掙扎，係咪接納外邦人進入上帝嘅恩典呢？即係外邦人都可以得救咧。因為呢個嘅讀出咧呢種嘅對狹隘嘅民族主義嘅一種嘅挑戰。早期嘅基督徒嘅社群將約拿書3天3夜嘅呢種嘅文本係再讀喺耶穌嘅3天3夜嘅死同埋復活嘅故事相交織裏邊，係讀出咗福音書，突破咗呢個嘅猶太人咧要向萬國外邦人宣教傳福音嘅神學。現代解放神學同埋後殖民地嘅讀者裏邊，佢認同咧係約拿咧坐喺城外嗰種憤怒，卻係拒絕咗輕易咧同呢個嘅施暴者帝國嘅體制大和解，讀出咗一種嘅廉價嘅恩典嘅控訴，同埋係對受害者道德創傷嘅捍衛。每一個世代嘅讀者都喺度用自己嘅處境同埋傷口，書寫約拿書尚未完成嘅最後一章。呢個嘅開放式嘅結尾嘅力量，佢係唔會過時嘅，因為佢係永遠係等待下一個讀者去讀呢個故事嘅時候，會有一個唔同嘅結局嘅版本。第七，讓我哋從呢個解構嘅行動3個嘅動機嘅察覺同埋轉化去深入探討。現在讓我哋從文本嘅分析走向生命嘅應用。如果約拿嘅結尾係一個邀請嘅話，就邀請我哋自己嘅生命係嚟回應上帝嘅提問。咁樣我哋嘅具體行動係要如何行動呢？我哋都係想嗰啲嘅壞人咧係悔改得救，但係卻係又唔想佢哋向佢哋傳福音喎，又唔想佢哋好輕易就咁話我信耶穌搞掂晒以前所做嘅壞事，算數一筆勾銷。心理學家呢個嘅安傑拉亞克拉咁樣講，佢喺一本書叫啱啱出版冇幾耐嘅，就係嘅中文書，原本係英文嘅。為什麼我們這樣想那樣做呢？ Why we do what we do? Why we do what we do? 為什麼我哋這樣想那樣做呢？當中提出咗驅動人類嘅3大呢個嘅核心嘅動機。咁呢個心理學家所講嘅，瑞典心理學家所講嘅3大人類心理動機就係人際關係、歸屬感、地位、自我價值同影響力，同埋知識對確定性嘅掌握。當我哋回顧呢個約拿故事，我哋會發現咧，每一個反應就係逃跑、憤怒、求死、坐喺呢個城門口外邊，其實可以追溯到呢個3個動機嘅劇烈嘅衝突。上帝嘅回應嘅方式，刻刻就喺呢個3個嘅層面裏邊進行深切嘅醫治同埋重塑。第一，人際關係嘅動機同埋擴張。約拿咧拒絕前往呢個尼尼微，深層嘅原因係對自己人，即係以色列民族嘅強烈忠誠同埋歸屬感。呢個係人類係天生原始而有人際關係當中嗰種動機。就我哋好渴望咧，我哋自己人內團體 in group 就聚埋一齊，互相保護，但會排斥外團體 out group， 即係唔係我哋呢個團體嘅人。約拿咧就係深怕上帝嘅恩典臨到的人。喺佢睇嚟咧，呢個等同於背叛自己受苦嘅同胞。咁喺呢種嘅亞述嘅暴行裏邊咧，喪失父母、孩子、同胞，佢嘅憤怒就係出於受創傷民族感情嘅連結。咁呢種連結咧，呢種嘅本身感情咧，連結咧係好珍貴。而上帝係透過披麻嘅生死，將約拿係從一個封閉嘅歸屬感裏邊引向咗更大嘅視野。上帝最後提出嘅唔係尼尼微城嘅軍隊有幾多，將軍有幾多，佢哋生命幾寶貴，而係提出有12萬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並且有許多嘅牲畜。11節，嬰孩與動物無辜者最脆弱嘅生命。神學家呢個 Urban Moment 穆特曼喺被釘十字架的上帝 The Crucified God 裏邊所指出，上帝嘅愛唔係抽象嘅世界嘅普世原則，而係具體朝向受苦者嘅。神學係朝向受苦者，你包括嗰啲喺帝國當中裏邊，卻係未選擇同帝國嘅暴行一齊嘅嗰啲嘅無辜嘅生命。上帝唔會要求約拿放棄對同胞嘅愛，而係邀請佢喺仇恨當中裏邊去辨認出同樣需要憐憫嘅面孔喺邊度。呢個嘅
亞克拉嘅建議有具體嘅實踐嘅意義，就係調節自己嘅孤獨，經營自己嘅深刻嘅關係，勇於展現自己，進行不同嘅思考。孤獨，慢慢調節自己嘅種個孤獨，經營自己深刻啲嗰啲嘅人際關係。嗱，約拿咧就將自己孤立喺一個城外邊搭棚，陷入咗個憤世嫉俗嘅孤獨當中裏邊，佢冇調節到自己，進而有不同嘅思考。嗱，我哋現代人如果困於創傷同仇恨，亦都會常常會封閉自己嘅，就去山上面搭個棚，掘個窿，躲入呢個同溫層裏邊嘅回音室裏邊，一路講又一路回音。同溫層，我哋要走出呢個嘅療癒嘅第一步，就係同意係謹慎但係勇敢嘅走出自己嘅孤立，建立能夠係包容差異嗰種深刻嘅關係。朋友好多缺點嘅，如果你唔包容佢嘅話，根本做唔到朋友。何況係屋企人咧、父母咧、兒女咧、朋友咧、兄弟咧，好多問題咧，根本做唔到朋友、兄弟姊妹、父母關係，係嘛？唔係否認自己嘅傷口，唔係否認父母對你嘅傷，唔係否認兄弟姊妹對你嘅傷，而係咩？讓呢個傷口唔再成為囚禁自己嘅牆。第二，地獄嘅動機與重生嘅定義。當尼尼微人悔改，上帝唔再係降災嘅時候，約拿大大不悅，而且發嬲，甚至覺得死比活着還好。呢種係背叛道德嘅創傷，仲有一個層次裏邊所講嘅地位嘅崩潰。身為耶和華先知，佢要宣告40日尼尼微城就要傾覆啦。如果40日後，如果尼尼微唔傾覆嘅話，冇發生嘅話，佢咪就係一個假先知咯？有冇專業㗎你？你專業尊嚴㗎嘛？你講嘢唔會發生嘅，咁點啊？咁你就唔係專業啦。專業嘅尊嚴同埋語言嗰種權威被傾覆啊！作為一個先知，冇發生喎，冇傾覆。更深層次就係民族嘅地位嘅失落。嗱，如果外邦嘅仇敵亦都輕易去獲得上帝嘅赦免，喂，咁簡單講一句我就走咗去㗎啦。我跟住我同你傳福音啊，信耶穌啦，我講完就走啦。我希望你唔好信啦，即刻落地獄添。但係你竟然會信啦，豈有此理！呢個仇人啦，係嘛？更深層次就係民族地位嘅失落。嗱，如果外邦嘅仇敵輕易獲得上帝嘅赦免，輕易咪要10災先咩？嚟完1災、3災、4災、4，唉死啦，抵你啦！跟住悔改啱啦，可以講見證啊，拍咩恩雨之聲。如果呢外邦人嘅仇敵亦都輕易獲得上帝嘅赦免，咁樣以色列嘅作為上帝嘅子民，咁特殊嘅地位喺邊度？我哋有咩特殊地位？我哋基督徒咧，我哋有啲咩乜嘅喎？咁你咁簡單嘅咋？上帝回應嘅就係用呢個提問嚟重新定義真正嘅地位。先知嘅價值係不在於呢個預言毀滅嘅準確程度，而係是否願意參與上帝拯救嘅計劃。上帝可能要差你去做一個失敗嘅任務，正如差以賽亞進入去講呢個福音裏邊，佢係失敗嘅，但係佢要講嘅，即係失敗嘅任務 ，mission impossible。選民嘅尊嚴不在於係排除佢嘅優越感，而係在於成為萬國嘅祝福嘛。咁呢個正係傳福音就係參與上帝嘅計劃咯。唔成功又點啫？冇業績又點？冇人信又點啫？係嘛？而係最重要就係參與喎，參與神嘅計劃。呢個正係呢個亞伯拉罕之約嘅原意。12章第3節創世記。呢個瑞典心理學家亞克拉提醒我哋，拒絕盲目嘅追隨，思考真正在乎嘅人同事物。喺呢個嘅社群媒體裏邊，我哋好想有地位感啊！好多人點讚，好多人係追蹤，社會地位、財富都俾人被綁架。好似喺呢個約拿裏邊，好在乎自己嘅面子。但現代人亦都好容易因為係外邊嘅評價而陷入存在嘅危機。我哋唔需要人哋點樣評價同批評我哋，因為我哋會成日去批評人哋。當我哋嘅批評人哋係我哋嘅影子照喺人哋，反射翻我哋。其實你批評人哋就係你自己嘅弱點嚟。醫治嘅路徑重新定義成功同埋價值，而唔係在於由於外在嘅正確性嚟定義，唔係外邊講啱唔啱，而係我哋是否願意喺複雜嘅環境裏面活出呢個忠誠同埋係慈愛嚟定義。例如家庭同埋和解嘅張力，一個嘅父親嘅家暴成長嘅子女，喺社會同埋信徒去告訴佢孝順就等於成功啦，應該孝順。重新定義後，佢唔再有任何有沒有原諒呢個父親，
嚟衡量自己嘅人倫或者係道德嘅屬靈嘅道德品格，唔係原唔原諒問題，而係我能唔能夠誠實去面對過去嘅傷痛，同時又唔讓呢個仇恨吞噬咗我對下一代嘅溫柔，對佢嘅仔女，對佢嘅兄弟姊妹，對佢朋友，對佢嘅人生，唔會吞噬咗佢對下一代嘅溫柔，忠誠咁對愛嘅倫理嘅規範轉向自己嘅靈魂同埋所愛嘅人嘅真實負責，唔好賴上一代點樣對你，最緊要係你點樣對下一代，你嘅兄弟姊妹，你嘅父母。知識嘅動機與謙卑嘅學習。約拿對神講：我知道你有恩典有憐憫嘅神，所以我急速係逃離他先。呢句説話我知道極其關鍵。人類渴望係透過知識嚟掌控世界，獲得安全感。約拿擁有極高嘅神學知識，佢精準嘅引用出埃及記嘅金句，然後咧佢就將呢個嘅知識咧變成咗個僵化嘅框架。用金句最犀利啦，做唔到嘅嘢都要你做，萬事互相效力，或者係靠着那加給你力量的，跳崖也得。因為上帝係應該按住佢嘅善惡分明嘅邏輯嚟運作。惡人應該受罰，義人得救，就係咁簡單。當上帝作為超出咗佢嘅認知嘅框架，向殘暴嘅帝國施恩，冇炸到佢嘅國家好似地獄咁樣，係咁以炸爛嘅船啊、軍隊啊，整爛嘅咁算數，同佢嘅認知失調咧，就係引發咗佢極大嘅呢一種嘅焦慮同埋憤怒。約拿書一個嘅問號作結，正係上帝對呢個認知嘅掌控嘅動機嘅終極嘅挑戰。佢冇俾出一個標準答案，而係用提問去打破咗約拿以及每一個嘅讀者僵化嘅認知嘅框架。改革宗神學家就係卡爾巴特 （Karl Barth） 曾經係反覆強調上帝永遠係全然的他者 （Holy Other）。佢嘅道路高過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係高過我哋意念。正如以賽亞書55章第9節，呢個唔係我哋放棄思考，而係我哋承認我哋對上帝同埋呢個世界嘅知識係有限嘅。我哋學識講，我完全理解，但我願意繼續聆聽。呢個本身就係呢個群體嘅療癒嘅開始。我唔明白，但我繼續聽。呢個艾克斯建議要多啲近大自然啊，親近大自然接受多啲維他命 D 同太陽所帶來嘅影響，練習喺聆聽當中裏邊默想，同上帝對話，擁抱錯過嘅樂趣 JOMO，Joy of Missing Out， 而非錯失恐懼症 FOMO，Fear of Missing Out。約拿咧，因為事情冇按住佢自己嘅知識發展而呢個嘅憂慮、焦慮暴露。現代人都因為呢個知識係過剩過載而渴望要控制一切，而產生呢種嘅焦慮同埋崩潰。擁抱 JOMO 嘅意味就係我哋唔需要掌控所有嘅知識嘅，唔需要睇晒每一個係仇敵裏邊係點樣受到報應，唔需要為到每一個神學嘅難題找出完美嘅答案。我哋學會咗放下執念，在不確定當中裏邊安息，專注當下自己能夠掌握嗰種忠誠同埋良善。別人問你知唔知近來邊個同佢個父子登報斷絕關係嗰啲藝人事件咧？我哋可以直接話我唔知喎，哈哈哈！有乜大影響咧？對我哋冇啊！我只知道今晚咧，我係訂咗上訂台去食飯，但訂唔到，要walk in。第8，上帝嘅醫治之道唔係答案，而係同在。讓我哋喺度最後做個神學嘅整合。上帝喺約拿書第4章裏邊教導我哋嘅策略。如果從創傷學嘅角度嚟睇，其實好具有深刻治療嘅智慧。儘管佢唔係我哋期待當中嗰一種好舒適嘅智慧。首先，上帝未有否定約拿嘅感受。佢所問嘅你發嘅嬲、發怒合理嗎？然後呢個係一個開放式嘅一個嘅邀請，唔係要定罪嘅決定，而係一個提問。嗱，喺創傷嘅輔導裏邊，最重要嘅第一步就係正式承認同埋肯定 acknowledgement， 讓受傷嘅人知道佢嘅痛，而且係被人看見。嗱，上帝2次係主動同約拿對話，而唔係坐喺城外邊等佢轉，就係嘅時間裏邊係轉身離去。呢個本身就係一種嘅醫治性嘅同在。
其次就係上帝係透過一個具體嘅感官，除咗陪伴之外，另一個嘅醫治就係感官上面嘅經驗。披麻嘅音量、東風嘅卓熱嚟到約拿嘅世界裏邊，而係唔係抽象嘅一個嘅理論或者神學嘅理論，唔使傷心啦，冇法嬲啦咁樣，而係呢個嘅創傷治療當中裏邊嘅范德寇，佢喺心靈的傷同埋身體會記住 The Body Keeps Us All 當中裏邊所提出嘅創傷處喺自己身體裏邊，呢個病其實係你個心理問題，你有個心理邊創傷，呢個病就喺不斷係折磨你，因此療傷亦都係必須要透過身體嘅經驗嚟進行。上帝係讓約拿親身感受到，親正去睇過同讀書係另一件事，親身去體驗行呢個朝聖之旅，同佢睇人嚟行朝聖之旅係另一個事件，因為嗰種感受係完全唔同。上帝讓約拿去經歷下失去嗰種嘅痛楚係咩意思啊？披麻嘅枯死就帶嚟暴曬，然後呢個嘅身體裏邊嘅經驗體驗就作為一個橋梁，引向一個更大嘅一種嘅同理心。你都有覺得係好可惜啊？你覺唔覺得有種同理心啊？你跌咗銀包啫，人哋燒咗間屋喎，你有冇同理心㗎？你唔可憐人哋咩？唔通我哋話人哋貪心啊？影響更大嘅同理心。如果你能夠為一棵樹而消逝而痛苦，你是否亦都想象到12萬人毀滅嘅意味係咩咧？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上帝冇強迫係拎呢個饒恕同埋和好咧，係強迫約拿要悔改或者點。文本係開放結尾，意味著咧上帝俾約拿咧以及我哋呢個時間，真正嘅醫治唔係一次過，而係漫長嘅，而係有反省反覆嘅過程。南非嘅聖公會大主教杜圖，佢領導嘅真相和解委員會裏邊深知道，冇真相係冇和解，冇真相冇和解，冇哀慟就冇寬恕，冇哀慟嘅冇真正嘅悔改，冇哀傷嘅冇真正嘅悔改、寬恕、饒恕。上帝嘅問句同埋要求約拿喺5分鐘之內要做決定，快啲決定啦！而家快啲舉手啦！我就快祈禱啦，而係要打開咗一條路，讓佢可以喺餘生當中反覆對呢個嘅問題去提問、去回答，直到呢個答案從佢哋身體當中產生，自然地係產生生長出嚟。最後我哋結語，用我哋嘅生命書寫約拿未完嘅終章。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無論你今日係帶着啲乜嘢嘅信仰進入呢個文本裏邊，約拿書裏邊，都係帶着一個懷疑或者好奇。約拿嘅結尾向所有人係敞開嘅，佢向受過傷嘅人敞開。你嘅憤怒係真實嘅，上帝冇要你假裝唔痛。約拿可以係對着上帝嚎叫、咆哮，可以係求死，可以坐喺城門內拒絕配合，而上帝依然喺嗰度問嘅問題，跟佢説話，同佢説話，陪伴佢。你個創傷係唔需要被廉價地用正面嘅思考係思考掉、思考走咗。佢亦都係向佢每一個人發出挑戰。當上帝問題我豈能不愛惜呢？落喺你嘅身上邊嘅時間，你是否願意係在你最憎恨嘅群體當中認出嗰啲不能分辨左右手無辜人嘅面孔呢？你嘅正義感係咪大到能夠容納憐憫呢？你嘅憤怒係咪能夠遮掩咗你人嘅能力所能及之處呢？最後，我邀請所有人咧接受一個事實，就係生命有啲問題，我哋唔會喺今日裏邊有答案。約拿書以問號作結，呢個係對我哋嘅主體性係最高嘅尊嚴。佢將嘅書寫權交俾我哋，最後嘅終章交俾讀者，交俾觀眾。呢個喺一周裏邊、一個禮拜裏邊，點樣去面對嗰啲傷害過你嘅人？點樣回應嗰啲你認為咧係唔配得恩典嗰啲群體？如何喺呢個正義或者憐憫當中裏邊係做出一個嘅抉擇？呢個就係你寫約拿書嘅結局。或者你今日會回應，我還未準備好饒恕，但我願意繼續留喺上帝面前，讓佢繼續向我提問呢個問題。呢個就夠啦。